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係彭順強博士。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一個你同我嘅故事。而呢個你同我嘅故事就係教會歷史嘅故事啦。今日個題目係2000年教會歷史概覽。我哋睇睇今日嘅大綱先吓。我哋就會分開9個段落嘅。咁第一個段落我哋就會講下係耶穌喺地上邊個事工時期。咁呢個就係、大概係公元前0年啦。咁知道係33年啦。咁第二個嘅段落就係耶穌個門徒嘅宣教工作，同埋教會受逼迫時期。咁大概33至100年啦。咁第三個階段就講到係使徒教父同埋護教士嘅時期啦。大概係100啦，至到係312年。因為312年嘅時候呢一年就君士坦丁堡羅馬帝國嘅皇帝係佢話自己歸主嘅吓。咁第四個時期就講到基督教作為呢個羅馬國教嘅時期。咁312至到係之後一段長嘅時間啦，咁樣樣。咁到第五個階段就講中世紀嘅教會時期啦。咁大概係590啦，至到係1517年啦。因為1517年就係宗教改革嘅開始。咁第六個階段就係宗教改革時期就1517至到1648年。第七個時期就係理性同埋係復興嘅時期，一個理性主義，亦都係一個嘅即係 Great Awakening 嘅時期。咁第八個時期就係一個前進嘅時期，咁1789年至到1914年。咁第九個階段就係現代啦，一個多元嘅理念嘅時期。咁就係1914年啦，至到係現今。好，我哋先睇第一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係耶穌喺地上事工嘅時期。耶穌嘅受洗正式係成為佢事工嘅開始啦。現今世界上邊係基督徒係佔咗係人口嘅1/4，佢哋係自稱為係耶穌嘅跟從者。而主耶穌基督同埋跟從佢嘅人佢哋都認定佢就係猶太人喺舊約預言中嗰位嘅彌賽亞啦。耶穌嘅生平嘅事蹟可以歸納為馬太福音第4章23節所講嘅，在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嘅福音，醫治百姓各樣嘅病症。佢並非係嚟講真理，而係佢自己本身就係真理。佢就係嗰個道路、真理、生命。約翰福音第14章第6節，佢亦都聲稱人見到佢就好似見到天父一樣。約翰福音第14章第9節，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邊，流血、受死、埋葬、復活同埋升天。呢個都係凸顯咗基督教嗰種係叫人悔改，使罪能夠得着赦免，以及係永生盼望嗰個嘅特性。呢個亦都係基督教係獨特嘅地方。無論喺基督徒或者係非基督徒嘅當中，耶穌基督嘅教訓都不斷地係被引用同埋係演繹。譬如話登山寶訓啦，馬太福音第5至到第7章。佢嘅金科玉律，Golden Rule 馬太福音第22章39節愛神同埋嗰個愛人如己吓。佢嘅榜樣亦都成為後人效法嘅對象。好啦，我哋睇第二個嘅教會歷史時期啦。
就係耶穌嘅門徒嘅宣教工作，同埋咧係教會受逼迫嘅時期，33至100 A.D.。自從咧五旬節聖靈嘅降臨之後，門徒四出到咗各處咧去宣講有關乎到咧係耶穌所成就嘅福音。初期咧係向猶太人啦，後來咧就向外邦人咧係做呢個嘅宣講呢個福音。嗰個本來逼迫基督徒嘅保羅，亦都因為耶穌基督嘅顯現，俾佢嘅呼召，使徒行傳第9章，而成為咗咧係外邦人嘅使徒。羅馬書第11章第13節。於是福音咧就好迅速地咧係傳遍咧整個嘅地中海啦。耶穌嘅使徒同埋咧保羅咧，亦都因應咧所建立嘅教會嘅需要咧，而寫信俾佢哋作解答啦、勸勉、牧養嘅工作。而呢啲嘅信件呢，日後就成為咗新約嘅正典啦，就係我哋今日咧所講嘅新約，亦都係咧信徒信仰嘅準繩。因為基督教咧並非咧係好似猶太教咁樣樣，喺羅馬嘅政府當中咧係有所註冊，所以當基督徒漸漸表現出佢哋係有別於猶太教嘅時候咧，就不時咧係受到羅馬政府咧係所迫害。並且咧，亦都因着咧係基督徒咧係對社會道德嘅批判啦，同埋咧佢哋咧係對其他多神論嘅宗教嘅排他性咧，因而咧係受到種種形式嘅迫害，甚至咧係被殘殺。史提反嘅殉道，《使徒行傳》第7章，約莫係咧主後嘅35年，正係標誌着咧基督教咧被迫害嘅一個嘅開始。門徒咧係因為咧喺耶路撒冷被逼迫啦，喺呢個城裏邊咧喺主後70年，因為咧係猶太人嘅反抗咧，呢個城咧就被羅馬軍咧係所拆毀啦。門徒咧亦都因為咧被逼咧而離開咧耶路撒冷呢個嘅城，呢個咧就促成咗咧福音咧就向外咧係擴散啦。而羅馬政府咧係對於基督徒嘅逼迫，主要咧其實咧係集中喺羅馬城當中咧，係尤其咧係以尼祿Leo 主後咧係37至到咧68年，迫害咧基督徒咧係以致到咧係特別咧係殘忍。佢亦都咧誣衊基督徒咧喺羅馬城嗰度咧係縱火。而使徒彼得同埋保羅咧，亦都可能喺呢個時候咧係被處決嘅。使徒約翰咧，真係喺咧係多米田王Domitian 咧81至到96年嘅權勢之下咧，被放逐到咧係拔摩島。喺全國性嘅逼迫咧，即係咧係由呢個德修王啦Decius 啦，約莫咧係主後250年啦，同埋咧係雕克尼田王Diocletian 約莫咧係303年啦，係所頒布嘅全國性嘅迫害。好啦，第三個階段咧係使徒教父咧同埋護教士嘅時期，咁主後100啦至到咧係312年。耶穌嘅門徒亦都相繼離世之後咧，教會就出現咧第二代嘅領袖啦。後世就稱佢哋為咧係使徒教父 （Apostolic Fathers），因為咧佢哋咧係繼承咗咧使徒嘅教訓，當中咧就包括咗安提阿嘅主教伊格拿雕 （Ignatius）、士每拿嘅主教波呂格 （Polycarp）。
使徒約翰嘅朋友嚟嘅，佢係同埋咧羅馬城嘅主教格利勉 Clement。其中咧較為人所認識嘅著作咧係有《十二使徒遺訓》啦 （Didache） 啦，或者係《Teaching of the Twelve》，同埋咧係波呂甲殉道記 （Martyrdom of Polycarp）。教會歷史上邊咧係首次咧係使用大公教會 （Catholic Church） 呢一個嘅詞彙。此外咧，亦都有咧挺身咧而出嘅信徒，佢哋為到基督嘅信仰作理性嘅爭辯，以求咧係令到咧能夠咧係喺非基督徒嘅眼中咧，基督教咧係顯得咧係比較合理。後世咧就稱佢哋為咧護教士 （apologists）。代表性嘅人物就包括有尤斯丁 （Justin），佢著嘅係《First Apology》，指出咧希臘最高嘅智慧就係咧基督教所指嘅道啦。亦都有外任紐 （Irenaeus），佢著嘅係《Against Heresies》，認為咧理性咧先至係真正嘅知識。亦都有特土良啦 （Tertullian），佢就斥責啦雅典與耶路撒冷有何相干呢？同埋咧係俄里根 （Origen）。呢個時期咧有唔少嘅異端亦都興起，包括咧強調物質為邪惡嘅，唯獨咧靈先至係善嘅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同埋厭世嘅曼他盧主義 （Montanism），同埋咧係將呢個拒絕呢個嘅舊約，而只係承認路加福音同埋咧係十卷保羅書信嘅馬吉安主義（Marcionism）。呢個係172年。咁呢個呢，就係第一次呢有一個嘅新約嘅 list 出嚟，咁但係當然啦，呢個呢就不被接納。後來呢，最終係由亞他留修決定咗呢，駁咗取啦嚇嗰27卷。但係呢個呢嘅11卷呢嘅所謂嘅新約書信呢，如果刺激起呢，大家醒覺到呢，要立一個嘅新約嘅 canon 嘅正典啦。好，第四個時期咧，係基督教咧係成為咗羅馬國教嘅時期，312年咧至到590年。312年咧嘅時候咧，羅馬皇帝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咧，咁佢係337年咧係離開世界嘅。喺咧適逢咧喺一個戰役之際嘅時候咧，佢就聲稱咧耶穌喺異象當中咧係向佢顯現。並且指教佢咧得勝嘅秘訣，就喺啲盾牌上邊咧就有一個嘅十字架嘅記號。呢次嘅戰役咧，結果咧就得勝啦。君士坦丁咧，於是咧就頒下呢個米蘭上諭 （Edict of Milan） 313年，令到基督教咧成為一個合法嘅宗教。約莫咧喺主後381年嘅時候咧，基督教咧係正式咧係成為咧羅馬帝國嘅國教。因着咧係宗教嘅統一啦，同埋國家嘅統一，有着咧係唔可以分割嘅關係。故此咧，自從咧基督教成為國教之後咧，羅馬政府咧就想設嘅係教會咧就展開咗咧係多次嘅宗教嘅會議，而咧作為釐定咧乜嘢係叫做正統嘅信仰準繩。就係因為咁咧，教義 dogma 咧同埋信經 creed 或者係叫 confession 咧，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而產生啦。當中咧係較為重要嘅會議咧，基督教首次嘅會議，早於咧係主後48年喺耶路撒冷咧係舉行嘅。呢個咧記載喺《使徒行傳》第15章，當中咧就包括咗咧係尼西亞會議啦 （Council of Nicaea），制定咗尼西亞信經325年，確立咗咧耶穌咧喺本質上邊咧與聖父係一樣，係真神。另外咧就有加西頓會議啦 （Council of Kensington），
嘅制定咗咧呢個嘅加西頓信經啊，451年確立咗咧耶穌咧為完完全全嘅人，只有一個位格，而其神性咧同埋人性咧係唔會混淆嘅。此外咧，最為信徒所知嘅就係使徒信經啦 （Apostolic Creed） 啦，於咧係7世紀就完成咧，並且咧係應用添。而兼備咗屬靈嘅體驗、希臘嘅哲學同埋基督教神學知識嘅奧古斯丁 （Augustine） 354至到430年，亦都喺呢個時候咧成為咗為教會咧著作咗唔同嘅書卷，而呢啲係少少成為咧後世嘅不朽巨著，有懺悔錄啦 （Confessions） 啦，論三位一體咧就 Trinity 啦。同埋咧，上帝之城 The City of God。自佢之後咧，無論係羅馬天主教啦，或者係更正教，都以佢嘅思想咧作為信仰嘅正統、信仰嘅依歸。至於聖經嘅正典 canon 方面嚟講咧，亞他那修 Athanasius 咧就喺主後367年咧，喺佢嘅信中咧就訂立咗咧係27卷嘅書信，作為咧係新約嘅正典。最後咧，新約嘅正典嘅定案咧，可能咧係嚟自於咧係主後397年喺呢個加太基所舉行嘅會議。喺呢次嘅決定裏邊咧，除咗被確立嘅27卷書之外咧，其他嘅書信都唔能夠咧喺教會裏邊咧係閱讀。耶柔米 Jerome 喺主後406年咧，係亦都咧係完成咧係將聖經咧翻譯成咧係拉丁文，當時嘅官方語言，名為咧係姆加大譯本Vulgate。呢本書咧後來咧就成為咗大公教會唯一通用嘅聖經啦。於是咧，嗰啲咧係不甘於咧係與國家為伍嘅信徒咧，就退到去曠野嗰度做修士，作另類嘅殉道，要表示咧佢哋對主嗰個嘅忠貞，因為佢覺得咧國家嘅教會咧係已經係背道嘅教會嚟噶啦，亦都因此咧係引發咗咧修道主義monasticism 同埋咧係修道院嘅出現。東方最早期嘅修道領袖咧就係聖安東尼啦，聖 Anthony，約莫係251年啦，至到咧係356年。約翰加言奴 John Carson 360至到435年，就將東方嘅修道主義咧就帶到去西方，而西方咧就有聖本篤聖 Benedict of Nursia 480至到咧係547年，就寫下咗咧不朽嘅修道經典聖本篤嘅會規或者係守則 The Rule of Saint Benedict， 約莫咧係540年嘅時候所寫嘅。要得到修道院嘅接納，呢啲嘅人要立3個嘅誓言。第一係貧窮或者叫神貧啦，信服，而呢個信服咧係絕對性嘅，同埋貞潔呢3個嘅誓言。不過修院呢，卻係能夠咧喺崩潰同埋咧動盪不安嘅時期咧，為到咧係進修院嘅人咧提供咗安定嘅居所，同埋咧係教育嘅機會。而拉丁文咧係唯一嘅基督教同埋咧係官方語言，所以喺文藝復興以前咧，西方絕大多數嘅知識分子咧，其實都係修士嘅身份。修士除咗祈禱、崇拜、讀經、農作之外咧，就係抄寫大量嘅古典嘅文學噶啦。故此咧，西方嘅文化咧係能夠得以咧喺動盪黑暗嘅時期咧，都能夠保存咧，呢個咧一定咧要歸功於咧係修道主義啦。五中世紀嘅教會時期，590咧至到1517年喺東方
教會同埋國家咧係亦都咧係需要即係歷時千載咧，先能夠咧做到一種嘅合一。回教咧嘅土耳其喺滅拜占庭帝國之前，1453年呢，神秘主義色彩嘅敬虔嘅生活，得着咧係屬正統派君王嘅保護，而得以咧係蓬勃。同時咧，當君士坦丁堡被攻陷之後咧，莫斯科咧於是咧就成為咗咧東正教嘅首都啦。羅馬嘅主教即係教皇咧，之所以咧係能夠成為咧係眾教會之首咧，佢嘅原因有幾方面。第一，羅馬主教宣稱聖經記載佢就話咧耶穌咧係親自咧係將呢一個嘅管理教會嘅權柄交咗俾彼得。馬太福音第16章17至19節，彼得咧於是就將佢咧係託付同埋咧係權柄傳俾咧係佢以後嘅羅馬嘅主教。而大利奧一世咧 Leo the Great 461年離開世界，係首位咧係作呢種宣稱嘅教皇，即係咧佢宣稱咧自己就係教皇啦。第二，隨着咧係使徒彼得同埋保羅遭羅馬嘅尼祿王殺害殉道之後咧，當時嘅信徒咧，於是咧就將佢哋咧係封為聖人。第三，羅馬城嘅面積同埋其他教會嘅規模，比起其他嘅城市咧，都係大好多嘅。第四，自呢個米蘭御旨 Edict of Milan 之後咧，羅馬帝王咧都會咧係諮詢羅馬主教嘅意見。第五，成語言之利以羅馬為首嘅拉丁語教會咧，比喺東方嘅希臘語嘅教會咧，更能夠表達精細嘅神學嘅問題。第六，點解羅馬嘅主教係咁有權柄呢？係因為喺呢5個嘅宗教城市當中，咁羅馬係其中一個啦。只有咧羅馬咧係位於西方，其他4個主教城市咧都喺東邊。於是咧，羅馬主教咧就能夠咧係管轄到咧整個嘅西方教會。第七，羅馬嘅主教咧鼓勵咧係向呢一啲嘅蠻夷咧 barbarian 咧係傳教。佢哋咧於是咧就對羅馬嘅主教咧係敬重不已。而東方嘅主教咧，卻係咧喺波斯同埋咧回教民族嘅宣教上邊咧係冇咩成果。第八，點解羅馬咁重要呢？呢啲嘅蠻夷咧就係入侵同埋咧係西羅馬帝國嘅淪陷之後咧，主後330年，首都咧其實咧已經咧由羅馬咧城咧係遷移到咧係君士坦丁堡啦 （Constantinople）。教會咧於是咧就扮演着咧係維護統領西羅馬帝國嘅角色，甚至咧能夠成為咗咧係當地咧係令到蠻夷咧係歸順基督教嘅力量。第九個點解羅馬呢個地方嘅主教咁重要呢？係因為安提阿、亞歷山大同埋耶路撒冷嘅宗主教管轄區都落入咗咧係回教嘅手裏邊，而君士坦丁堡咧亦都咧係負擔沉重，令到咧係羅馬主教咧漸漸咧係成為咗咧係有權勢嘅教宗。亦都可謂咧係舉足輕重。到10世紀嘅時候，掀起咗咧一連串嘅屬靈嘅復興運動。呢個運動係由法國嘅中部嘅克呂尼派 Cluny 嘅修道院咧係所發起，並且咧一直咧係延伸到咧係教廷。
貴雕尼七世 Gregory VII 最為熱心，可謂咧係最成功嘅教會改革嘅倡導者。佢嘅繼承者更加咧係令到教廷咧能夠達至到咧係喺地上邊咧權力嘅高峰，並且咧呢個時候亦都興起咗咧係經驗哲學 Scholasticism， 同埋咧嗰個美其名為收復耶路撒冷嘅十字軍東征 Crusade 啊，喺1095年咧就開始咗啦。令到咧係12世紀嘅教會咧唔再係依附於羅馬帝國嘅政府，而係自成為一個嘅屬靈啦，亦都係屬地嘅獨立嘅帝國。呢個勢力由愛爾蘭一直咧係延伸到咧係巴勒斯坦。呢度咧我哋睇到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嘅路線圖啦。呢個係第二次嘅十字軍東征路線圖。呢個第三次十字軍東征嘅路線圖。喺呢個時候，教廷仿如集天地之權柄於一身，甚至咧係羅馬帝國嘅皇帝咧都要向佢咧教皇咧係低頭。就如咧當法克蘭國王咧查理曼 Charlemagne 於咧係742至到咧814年統一西羅馬帝國之後咧，亦都咧係由教皇咧里奧三世 Leo III 為佢咧係加冕，先能夠咧得以咧順利咧係成為咗咧係神聖羅馬帝國嘅皇帝一世 Charles I 800至到咧814年在位。此舉咧係都得到咧係東邊嘅羅馬帝國嘅皇帝咧係所允許。又譬如話咧，當身兼德皇同埋咧係羅馬帝國嘅皇帝亨利四世 Henry IV 1050至1160年喺呢個嘅聖職受任權之爭裏邊咧 investitures 呢件事情上邊咧，佢得罪咗教皇大貴格里七世 Gregory VII， 而被教皇咧以諭旨咧係革除咗佢嘅教籍。最後咧，亨利四世咧亦都不得咧不放下身段，親自咧係前往咧向教皇咧係跪地求饒。1077年，令到咧係教皇咧最終咧係決定咧係收翻佢嘅諭旨。可惜咧地上邊嘅權柄咧，卻係換嚟咗咧屬靈上邊嘅敗壞，真係賺得咗全世界，賠上咗靈魂。喺權力濫用方面嚟講咧，教廷咧就以革除教籍 excommunication 禁令interdict 同埋咧係異端裁判所 Inquisition， 始於13世紀，同埋咧係十字軍東征嚟威嚇同埋咧係懲罰異己。喺道德嘅腐敗上邊，唔少嘅神職人員咧，亦都擁有咧係同居嘅情婦，甚至咧有自己嘅私生子女。錢財方面嚟講，教廷咧更係大規模地咧去籌募經費，以建造咧華麗嘅建築物作為咧係炫耀。喺籌募經費方面嚟講咧，更加咧係五花八門，包括咧係將主教嘅職位咧賣俾貴族或者話咧係富有嘅商人，向佢哋嘅教區嘅神職人員同埋平民咧可以納稅，徵收咧禮儀服務費，徵收咧罰款，譬如話咧冒犯咗教會嘅權力啦，神聖嘅物品啦，或者話係咧係神聖嘅人物，以及咧係販賣嘅時候咧，可以聲稱咧係贖罪嘅贖罪券 indulgence。呢個係始於咧係11世紀。
教廷嘅敗壞嚟到呢一度呢，就造就咗呢係改革嘅先鋒嘅興起，當中呢，就包括咗呢係12同埋呢13世紀興起，強調呢要變賣所有以去周濟窮人啦，同埋傳教嘅亞勒道派Witnesses，同埋咧係法蘭西斯派Franciscan 即係方濟會啦，同埋強調物質為邪惡、實踐禁欲苦修嘅阿爾比根派Albigenses。教廷呢無厭足地咧係索取咧苛取地上邊嘅權勢，加上咧係14同埋咧15世紀乏味嘅教會生活，令到好多基督徒咧係轉向聖經，以尋求咧係異象同埋新生。佢哋不惜咧係付上生命嘅危險，私底下咧係偷閱聖經，當時咧喺教廷咧係所專有嘅，並且咧將佢翻譯成咧係本土嘅文字。就如咧更正教嘅先鋒約翰克里夫John Wycliffe，我叫做韋克里夫啦，1330至到1384年，更加將聖經咧係譯成咧係英文。約翰胡斯 John Huss 1372至到1415年，更加大力咧係抨擊教會嗰種嘅濫權咧，同埋咧係貪財。11至到13世紀嘅期間，出現咗十字軍嘅東征。佢出師之名呢，就係回教徒咧係殺害前往巴勒斯坦朝聖嘅基督徒。於是教皇同埋貴族就藉呢個嘅契機，希望可以從回教徒手中呢係收復昔日咧所失去嘅土地。但係咧呢個歷時200年好龐大嘅軍費同埋咧係死傷，大大咧削弱咗教廷同埋咧貴族嗰個嘅力量。另一方面嚟講，東正教東征翻嚟嘅信徒，將東正教嘅屬靈嘅遺產帶翻去西方嘅信徒，因為呢一個十字軍東征向東面，於是就將東正教咧就帶翻咗去西方嘅教會。相較之下，平信徒洞悉到原來咧係有另類嘅基督教信仰咧嘅表達嘅形式，並因而咧係開始對西方嘅羅馬教廷咧係作出批判啦。呢個時候，東征咧亦都將東方嘅希臘文學同埋哲學咧帶翻去西方世界。呢個咧亦為到教會咧係帶嚟咗咧係極大嘅衝擊。無論咧係亞里士多德嘅邏輯、形而上學、自然科學，或者話咧阿拉伯嘅醫學同埋數學，都假設咗理性 reasoning 係獲得知識嘅不二法門，而且咧係並非係教會咧係一向咧所沿用嘅聖經或者係教廷嘅權威。呢個咧就係咧文藝復興 Renaissance 同埋咧係人民主義 Humanism 嘅誕生啦，係以米高安哲羅Michelangelo 同埋咧係伊拉斯姆 Erasmus 咧係最有代表性嘅人物。我哋見到咧係1512年咧，米高安哲羅Michelangelo 完成咗咧呢一個嘅 Sistine Chapel 嘅壁畫。我哋見到呢個嘅教會啦，我哋見到右手邊係嗰個壁畫。
呢個係創世紀嘅壁畫，咁就喺屋頂上邊嘅。啊，Michelangelo 咧就完成咗呢個壁畫，亦都代表着咧係人民主義或者文藝復興嘅出現。再者咧，大學嘅出現啦，巴黎大學同埋牛津大學均喺咧係1150年咧係創立，令到咧非基督徒咧都能夠咧係成為咧係具影響力嘅學術權威。呢啲嘅學者運用咗對學術批判嘅精神同埋知識，向傳統嘅教會信仰咧係作出挑戰。並且咧，經元嘅神學咧，也隨着咧係哲學嘅運用咧，於神學嘅研究上邊咧，亦都誕生咗啦。呢個咧係與嗰啲只係藉着心靈或者係操練而認識神嘅修道神學咧，成為咗強烈嘅對比，甚至咧係可謂咧係彼此對立。大家見到右手邊呢位咧就係 Thomas Aquinas 啦，就係呢個時候嘅經元神學家嘅代表人物。喺主後1054年呢，東方嘅教會咧與西方教會亦都正式分裂啦。原因咧有好幾個。第一，教皇聲稱咧佢對東方同埋西方嘅教會咧都擁有絕對嘅主權，但係東方教會咧就唔同意。第二咧就係東方教會咧係對西方教會將 filioque 即係話和子加入咗呢個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嚇 Nicene-Constantinopolitan Creed 之前就冇咧係徵得佢哋嘅同意，於是咧就堅決咧就反對，即係話咧原本係聖靈咧就寫聖靈咧係由聖父而嚟，咁但係咧天主教咧就加咗聖靈咧係從聖父和子啊 filioque 而嚟。但係就冇徵得到咧呢一個嘅東方教會嘅同意。第三，於主後1204年咧，十字軍咧喺第四次東征嘅時候咧，攻陷咗咧君士坦丁堡，並且咧大肆嘅破壞同埋咧係褻瀆，於是咧就令到咧係東方教會東西教會就分裂啦，於是咧就成為咗一個定局呢個時候。好啦，宗教改革時期。1517年咧至到1648年第六個時期。1517年嘅時候，有一位任教於德國愛丁堡大學嘅教授 Martin Luther 馬丁路德1483至1546年，曾經咧係多方咧係嘗試咧去苦修，並堅信咧聖經乃係話基督信仰嘅唯一嘅根據，但係咧確信咧係義人咧必因信得生，羅馬書1章17節。即係因信稱義啦嘅真理，並且咧又好不值咧，係教廷咧係販賣贖罪券咧係好猖獗，於是咧就怒憤之下咧就對教皇咧係作出劇烈嘅批評，就將95條 95 Theses 就釘咗喺愛丁堡一所大教堂嘅門上。1517年10月31號，記得呢個日子係咩？呢個日子其實係 All Saints Day 嚇，就唔係我哋所諗嘅 Halloween 啊。其實 All Saints Day 嚇真係萬聖，即係萬個聖人嘅節期嚟嘅。呢個都係宗教改革嘅開始嚇。呢個咧亦都表徵着咧係更正教又稱新教嘅開始，但係卻咧就其實咧就唔可以話係基督教開始，因為基督教開始就耶穌就已經開始咗啦嚇。由於咧，自從15世紀下旬開始咧，歐洲嘅統治者咧已經能夠成功咧係爭取自己國家或者咧地域上邊嘅軍事嘅統治權。中世紀之後咧，意大利同埋德國咧均咧由地域嘅諸侯咧同埋地方嘅權貴咧係所控制。呢個時候咧，教皇所曾經擁有嘅革除呢個教籍excommunication
同埋咧係禁令咧 interdict 呢啲嘅權柄咧係已經咧唔能夠咧係再有效地咧能夠咧係控制各個嘅國家啦。並且咧，因着咧印刷術咧，已經咧喺1440年咧，係由咧古騰堡Johann Gutenberg 所發明。因此咧，馬丁路德咧同埋其他嘅宗教改革者嘅宣言，得以咧就迅速地咧係流傳喺各國啦、國家啦，同埋咧係各戶。改革咧，於是咧就一觸即發，勢如破竹。萬眾咧都能夠響應。非羅馬天主教廷咧之所以咧係能夠咧係並唔係咧羅馬天主教咧所能夠抵禦嘅呢一次嘅改革。再者，第二代嘅瑞士嘅宗教改革家約翰加爾文 （John Calvin） 1509至到1564年，佢咧就著下咗《基督教教義》一書 （Christian Institutes），首版喺1536年出版。呢本書為到何謂正統嘅更正教義，釐定咗咧係整個嘅定義，由當時到至今都一樣，亦都咧係被公認為宗教改革嘅藍圖，係更正教義嘅標準。路德咧，亦都引發咗咧係其他嘅宗教改革嘅運動，包括咗咧係改革宗啦，以慈運理 Zwingli 1484至1531年，同埋加爾文為首嘅，同埋聖公會以亨利八世為首，同埋咧重洗派等等。結果咧呢個嘅16世紀嘅宗教改革嘅改革咧，就粉碎咗咧西歐教會嘅一體性，並且咧亦都造就咗現今嘅叫宗教嘅多元性 （religious pluralism）。呢啲圖畫咧就係講到咧當時咧嘅重洗派咧係被迫害，天主教同埋咧更正教咧，或者啲改革者咧，都係咧迫害當時嘅重洗派嘅人。佢哋覺得咧，只係相信成人洗禮，唔相信嬰兒洗禮。結果咧就佢哋唔肯將嬰兒交出嚟。結果咧就用火燒死啲男人，用水咧係浸死啲女人。呢個咧係一個好黑暗嘅一個嘅即係基督教嘅歷史。回應宗教改革嘅衝擊，羅馬天主教咧，於是就喺1545年至到1563年咧期間咧，就舉行咗天特會議 （Council of Trent）。呢次嘅會議咧，重申咗肯定咧佢嗰種嘅以往嘅保守嘅教義。第一就係教會傳統與聖經咧有同等嘅權威。第二咧，天主教就拒絕因信稱義。第三就重新咧係確定咧係變質說或者叫化質說 （transubstantiation）。第四咧就將次經咧亦都係包括喺正典之內。第五，重新確定咗咧姆加大譯本為教會嘅官方聖經。雖然係咁樣樣，天主教咧佢係能夠咧喺屬靈生活上邊咧係有所更新，而且咧係作出啲好重大嘅突破。佢咧係令到咧係中世紀嘅時代嘅敬虔嘅模式能夠咧係復甦過嚟。主要咧就係神秘主義或者叫做咧係默契主義。譬如話咧加密修院嘅阿維拉嘅德蘭啦，Teresa Avila 啦，1515年咧至到82年，
同埋喺十字架約翰 John of the Cross 1542咧至到91年。喺宣教方面嚟講，羅馬天主教就差遣咗傳教士，特別咧係由聖依納爵 Ignatius Loyola 咧係於1540年咧係所創立嘅耶穌會 Jesuit 到海外咧係做傳教嘅工作。當然咧，佢嘅神操咧就變得好重要啦，對後世好深影響，亦都咧對今日好多更正教徒咧都係向呢個嘅神操去學習，特別係關乎到咧係屬靈導人。目的地咧係包括咗咧宣教嘅目的地，包括咗咧係亞洲啦，耶穌會咧係傳教士沙美爾Session 喺1549年咧就抵達咗日本。利瑪竇Matteo Ricci 喺1582年咧就前往中國，亦都咧有非洲啦，以及咧係拉丁美洲。但係與此同時咧，卻係喺法國荷蘭以及咧喺德國咧亦都咧掀起咗咧係針對更正教嘅宗教戰役。雖然係咁樣樣，羅馬天主教咧已經咧不再咧係回復到咧係當年佢嗰種嘅強勢，並且教會嘅宗派概念咧 denominational concept 咧已經咧喺度萌芽嘅當中。教會咧係變成咗咧係自願性嘅團體與國家咧係無關嘅。好啦，第七個時期咧就係理性與復興時期啦，1648年咧至到1789年。17世紀咧係新思維蓬勃嘅年代，其中咧係以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咧為首。呢個咧就係點解咧係法國哲學家笛卡爾 Descartes 1596至到咧係1650年咧就提出咗我思故我在 I think therefore I am。我懷疑表示咧係我喺度思想，我嘅思想咧係證明咧我嘅存在。咁但係其實咧係早千幾年之前咧，奧古斯丁咧喺第4世紀咧已經講過 I doubt therefore I am， 我懷疑所以我存在。咁所以其實奧古斯丁思想仲要早千幾年好類似嘅說話。另外康德啦 Kant 啦，1724至到係1804年，佢甚至就認為咧人嘅智慧咧只係限於咧可以觸摸嘅世界，除此以外咧係一無所知。所以耶穌咧只係一個代表善律嘅一個嘅觀念而已。西方嘅世界咧，於是咧就不再咧係需要咧以神咧係作為一種嘅前設，以解釋或者話咧係計劃事物，而係咧以現存嘅於世嘅理念咧嚟作為解釋。呢個咧就係所謂叫做世俗化啦secularism 啦。所以宣告神死了 ，God is dead。世人咧就唔再需要神啦，人可以有能力同埋有責任咧去好好咧去照顧自己。於是啦，相信神與否，於是咧就變成咗咧只係一種好個人嘅選擇。而以往嚟講咧嘅人生咧嚟講咧，以往嘅人生咧都係咧嘅目的咧都係嚟自咧信仰嘅。另一方面嚟講咧，亦都因着教廷咧唔能夠咧係再以權威嚟壓制異端，好似異端以前嘅異端裁判所咁樣樣啦。於是咧，好多嘅信徒咧就嘗試咧係重拾咧係使徒時代嘅信仰佢哋嘅禱告閱讀聖經同埋咧係宣講，亦都咧係引致到咧係福音派嘅復興。呢個咧就包括咗咧阿仁特 Arndt 同埋咧係斯本爾 Spener 所興起嘅敬虔主義 Pietism， 同埋咧約翰韋斯利 John Wesley 嘅循道主義Methodism。並且咧
喺18世紀中嘅時候咧，喺北美咧係有一個大醒悟啊，Great Awakening，1740年。佢主要嘅領導人咧就為咧係懷特菲德 George Whitefield，同埋咧係愛德華茲Johann Edward。後來咧就浸信會啦，同埋循道會咧就繼承咗咧呢一個嘅復興運動。而福音派 Evangelicals 咧，亦都嘗試咧係藉着宣講同埋咧係個人嘅悔改啊personal conversion 嚟將神咧係重新咧係帶翻去人民嘅生活嘅當中。好啦，第八個時期咧係一個叫進步前進嘅時期1789年至到咧係1914年一個嘅前進嘅時期，an age of progress。呢個咧係一個基督徒勇於反抗世俗化主義嘅年代，亦都因着咧係對全福音嘅醒覺啦，於是咧就激起咗咧係海外傳揚福音嘅熱誠啦。譬如話咧，韋克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咧喺主後1793年咧就前往印度宣教。美國嘅監督委員會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 於1810年咧係支持海外宣教 Foreign Mission。馬禮遜 Marathon 咧喺1807年咧就抵達廣東。耶德孫咧Jason 咧喺1518年咧就乘船咧就去亞洲嗰個方向。美國嘅小冊會 American Tract Society 亦都喺1825年成立啦。李文斯 Livingstone 於1840年就前赴非洲。戴德生 Hudson Taylor 喺主後1865年就喺中國咧係建立內地會 China Inland Mission。於是咧喺1886年咧就有學生義工運動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亦都激發咗咧係2萬嘅大專嘅學生咧係成為咗咧係宣教士。此外咧，基督教咧亦都喺工業化嘅歐洲同埋美洲嗰度咧提供咗好多嘅社會服務。譬如話咧威廉威克伯福士William Wilberforce 喺1807年領導咧係廢除呢一個嘅奴隸嘅交易。伊麗莎白弗萊 Elizabeth Fry 於1817年領導呢一個監獄嘅探訪。穆勒爾Muller 於1836年開辦咧係孤兒院。卜威廉 Booth 於主後1878年創立咗救世軍。不過咧，基督嘅信仰咧，亦都咧逐漸咧從人民嘅生活當中咧，漸漸咧被排斥咗出嚟。第九啦，就係一個多元理念嘅時代，1914咧係到現今。好多嘅神學嘅思維，亦都喺20世紀咧係冒起啦，包括咗咧第一，對神同埋聖經嘅超越性加以否定嘅自由神學 （liberal theology）。代表性人物咧就好似哈納呢個哈勒克哈納。第二咧就係咧強調咧係聖經無誤論，同埋咧係基督嘅救贖性嘅嗰個嘅基要派 （fundamentalism）。第三咧就係強調信心嘅超越，同埋咧個人委身嘅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譬如話咧齊克果所講嘅説話，Kierkegaard 布曼特博曼
同埋咧係保羅田納克Paul Tillich。咁啊，第四咧就認為咧聖經係證明神嘅啟示，同埋咧係含有神嘅話嘅新正統 New Orthodox，同埋咧係巴特布仁爾Bernard，同埋咧尼布爾 Libert 啊。第五咧就係強調咧神咧喺社會民生中嘅角色嘅世俗化 secular theology，譬如話咧係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第六咧就係強調咧以傳福音為大前提，同埋咧係社會關懷嘅福音派 Evangelical，又名咧係新福音派。代表性人物咧就係 Leder。咁啊，第七咧就係強調咧神解放嗰啲咧係受逼迫嘅人，呢個就係解放神學啦 Theology of Liberation。咁第八咧就係咧從終末觀咧去睇神嗰個嘅旨意係啲乜嘢，所以咧就有呢一個嘅希望神學 Theology of Hope 或者叫盼望神學啦。咁啊，由莫曼咧所提出嘅右手邊幅圖，強調一切嘅事情，包括咧係神自己，亦都咧係轉變嘅過程嘅當中。咁啊，呢一個咧係過程神學 （process theology）。好啦，咁啊，去到19世紀至到20世紀中旬嘅時候咧，天主教咧就將聖母無原罪受人說Immaculate Conception 正式咧係成為咗咧係教條啦。呢個咧係喺1854年嘅，亦都展開咗咧首屆嘅梵蒂岡大公會議 First Vatican Council，咁啊1870年嘅。咁後來亦都頒布咧，因為呢一個嘅即係教義嘅成立咧，就教皇咧無罪謬誤論教皇無罪謬誤論proper infallibility。1950年咧就將聖母升天說 Assumptions of Mary 就演化成咧教義啦。由教皇若望23世 John23rd 於1962年咧係召開嘅梵蒂岡第二次會議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就帶來咗咧係革命性嘅改革啦，喺天主教當中。呢個就包括咗第一，以本土嘅語言咧係施行彌撒，以前咧就只可以用拉丁文嘅啫。第二咧，唔再咧係着重咧係反分離主義，相反嘅係要與其他嘅教會嘅關係建立，由冷漠咧係改為咧希望改到咧係親切，並要咧係與唔同嘅宗派咧係進行對話。第三，教會咧要關懷社會，尤其係第三世界國家當中嘅社會同埋咧係政治嘅問題。第四咧係重新着重翻咧對聖經嘅研究啦，同埋咧係認識。而科學主義咧與天主教同埋基督教嘅衝突咧，亦都咧日益咧係白熱化啦。自從咧係伽利略 Galileo 咧係喺1633年咧係被逼推翻自己嘅理論可見一斑否定咧係哥尼伯Copernicus 嘅地球環繞太陽而轉嘅論調。至於19世紀嘅中葉咧，亦都有咧係加達爾文Darwin 所出版提出嘅進化論嘅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s of Species 就係1859年。
嘅時候，咁人類咧係由擁有神嘅形象嗰種嘅高貴特性咧，就淪為咧係與禽獸咧係相若嘅啫，只係有程度上嘅唔同嘅高等進化動物而已。喺1895年，亦都有咧係弗洛伊德科伊所出版有關乎到咧係心理分析 psychoanalysis 嘅書。基督嘅人類信仰當中咧，嗰個嘅超越嘅天賦咧，呢一個嘅頓變成咗咧係只為自己嘅心靈所需要咧嘅嘢咧去投射出嚟，而非咧係真實嘅存在。咁的話咧，科學咧喺人民主義嘅理性要求上邊咧，再要附加上要客觀、可驗證性、可重複性、可量度性等條件嘅要求。後來咧，亦可能咧係被接納為咧係合乎科學嘅，而科學主義咧，於是咧就成為咗咧係現代人信任嘅試金石啦。即係問你夠唔夠科學㗎咁樣樣。咁啊，對於過往咧一向只係依賴權威，聖經又好，教廷都好啦，同埋咧係主觀嘅感性嘅基督信仰嘅嚟講咧，漸漸咧就已經站不住腳啦，亦都咧係被睇入為咧都不科學嘅。於是咧，20同埋21世紀嘅教會咧，就致力於咧喺信仰上邊咧，要加上客觀同埋咧合乎科學嘅包裝，以配合咧現代人嗰個需要。譬如話咧，所謂嘅科學創造論啦，咁啊由手邊呢本書嚇。咁但係咧，以研究客觀事物嘅科學咧嚟量度作為滿足人類心靈上所需要嘅信仰咧，就無疑咧係將兩個唔同嘅範疇強加到重疊。呢個係唔係又係唔係好合乎理性咧？咁好，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1945年喺第三世界國家當中咧，紛紛出現咗咧係滿有恩賜嘅基督教領袖。佢哋咧係以西方嘅傳統嘅基督教信仰為佢哋嘅人民咧係顯出新嘅希望。譬如話咧，中國嘅王明道先生1903至到91年建立咗自給自足嘅基督徒會堂，約莫咧係1920年嘅時候啦，並強於咧係重生生命嘅教導。而倪柝聲先生1903至到72年呢，就建立咗咧係無宗派嘅地方教會叫小組教會啦。咁呢一時候咧係約莫係1927年，亦都咧係強於咧係培訓信徒嘅領袖，同埋咧係策略性嘅宣教嘅工作。好啦，五旬節運動啦，Pentecostalism 啦，同埋咧係靈恩運動 （Charismatic Movement） 都係咧20同埋咧21世紀最為咧係強勁嘅基督教嘅更新嘅運動。兩者咧都係強調咗咧係聖靈嗰個嘅工作。前者嘅興起於20世紀初，後者嘅興起咧就喺20世紀中葉嘅時候咧，同埋咧一路興旺咧係直至到現在。天主教啦，同埋咧更正教各個宗派當中咧，亦都咧係可見到咧係靈恩運動嘅影子。譬如話聖公會啦、信義會啦、長老會啦、浸信會啦，同埋循道衛理等等咧，都係接受咗呢個靈恩運動嘅。五旬節嘅運動咧，亦都係世上發展得最快速一個更新咧，同埋一個嘅宣教運動。
短短嘅90年間呢，由零至到呢係4億人，於教會歷史當中呢，可謂呢係史無前例啦。佢個特色主要係強調聖靈嘅恩賜，包括咧係方言啦、語言啦同埋神醫，同埋活潑嘅全人敬拜、大能嘅禱告，同埋係觸動人心嘅佈道會。耶穌咧曾經講過芥菜種，比喻咧天國咧係將會咧係由咧係最不顯眼，但係咧發展而成為咧係最強大無比嘅一棵樹。佢耶穌咧吓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裏，這原是百種裏嘅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嘅菜都大，且成了樹。天上嘅飛鳥就住喺呢一個嘅樹枝嘅上邊。馬太福音第13章31至到34節。昔日耶穌將生命獻上，如果一如呢係結果呢係一如呢佢所講嘅預言，一粒麥子不內在地裏邊死咗，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嘅粒子來。全世界亦都因為耶穌嘅死呢，而呢係得着呢一個嘅福音嘅好處。故此，今天嘅教會嘅信徒應當忠心嘅呢一個嘅延續着嗰個由耶穌以性命嚟所創立、澆灌同埋咧持續發展嘅天國使命，並且面對着咧係現今呢一個多元性複雜嘅社會，基督徒咧亦需要從上頭咧而嚟嘅智慧，將2000年前嘅道重新演繹，成為咗適切於現代人處境需要嘅肉身信息。呢個呢，亦都係咧係基督教前景嘅命脈嘅所在。參考書咁啊，第一本呢，就小弟所著嘅2000年靈修神學歷史嚇，咁啊總共呢出過2版，第一版呢，就係印咗五印嘅，即係5個 print，咁啊第二版呢，就依家係 second print 嚟嘅，咁大概咧係印咗總共咧係7000本度啦。咁啊以下呢，有啲嘅英文書啊，亦都咧係有2本嘅中文書咁樣樣，咁大家可以做一啲嘅參考。好啦，咁啊啱啱講完嘅咧，就係呢一個嘅教會歷史啦。2000年嘅教會歷史，亦都係咧係你同我嘅歷史啊，好值得咧我哋咧去回味，亦都咧去反思。好，今日咧同大家講嘅教會歷史咧，就到呢一度啦。咁啊，多謝大家嘅收聽同埋咧係收睇。